还有阿爸、阿哥、太娘、姨娘、老阿姑。很多人哦。人家阿公啊，是唐朝嘅薛仁贵。哦，唐朝嘅薛仁贵朝拜跨海震动，我有听讲。哎呦呵，很掠到姚罗宾，那么爱投降嘅人，很记此理为先。哎，姚罗宾啊，你哋爱听我去投降么？那是无爱投降，就此理为先。太公啊，你去就好，我哋要留在神空白树。好，今日陈山就本你哋把数，我会听阿妹去食两条卷。哎呦呵，自己送马来。公公，不用。李发，那个娘子对你暗无礼，你敢我咽下哪？公公，媳妇唔敢见见，来见了，拜见人家阿公。哈，唔系阿爸哦，唔系，佢系薛仁贵。拜见阿公。不用。李发，他是何人啊？公公，佢系爱在玉产山数来嘅儿子，名喊薛仁了，我带佢来食粮投卷。安尼好，因良，你那能建立功劳，就能高官显彰。媳妇，日日带我嘅孙儿后面向翻去吧。遵命。常伯父，你为何转来就按钱啊？因为啊，我就老你讲啦哈，喺我去抢，我讲我就冇去抢，好我去到什冇面子，我受受嘅面，见你个烂师傅啦。啊？他你阿样讲，有样一模样啊！阿样就係我嘅媳婦佢唔肯下山咯。系啊，佢哦唔免下山咯，世界嘅事情哦，干佢冇事哦。佢冇相干，好啊，我也冇相干。呀，你又唔可以笑咯。我笑乜街？呢法佢冇愛來，我限要人啊！乜嘢啦？方才來了一位仙吾，老李法強勇動將，老我嘅媳婦強勇動背，也為移山渡海，佢愛來叫我嘅旨意，定山那係本佢叫出來，我未打算愛鎖佢做媳婦。哎，天下間最反理法，就要移山渡海，還有馬啥要移山渡海咯？唔愛啊，就唔信啦。你真見唔信？我唔信。哎呀好，今年過來。
呀公公，殿下丰盛啊嘞，本期啊收一下。咦，哟，你有想到咯？长伯公，你行太路，我就行山路。哦，我行太路，你行短路。所以，嘛个行短路哎。啦，行小路啦。常伯父啊，係咪將件來條一杯醒啊？哎呦，我啲咧，我啲咧，我啲咧。媳婦過來，但不知來頭做事，敗下乜嘅衝突啊？啟禀公公，我不掛見地，原來搖頭擺嘅戲就會風水春。啊！風水春啊，弱字啊，弱字係風水春，講乜嘅係烈風春？媳婦竟然看得出，更破得來啊！我看得出就破得來，不過我明白咧，我將邊天所應交代本人，等你破春了口，將交還於我。准命。來人啊！來，看見時候。遵命。
登山披荆村中，终将过来。此番出征，事事小心。遵命。自己堂里。母亲交代本你水仙图，天涯入春，入春了后，你将水仙库打开来。遵命。秦汉头一副。秦汉把守天门，头一副把守天门。遵命。两位阿姐守古堂里。明日等随后接见。遵命。众将官。随我一同出征。
李法来炸你去，睇我败下尘土。